会说客家话吗？你听得懂客家歌吗？这么优美好听的声音，如果你不会听也不会讲，那就跟不上流行了。所以你上好客家冇，你上好客家冇，你上好客家冇。你想学客家话吗？赶快来看看今天在哈口语口流要教大家什么样的客家话呢？走！你上好客家冇？米儿，喊大兵哦，这么认真，你在干嘛？没有啦，刚在转广播的时候，刚好听到客家广播，客家广播在播一首客家歌曲，很好听耶。是吗？怎么唱？就是那首啊。乃讲你冲山歌哦，你很内行呢。我跟你讲，客家话不止说的好听，唱的也很好听。像山歌呢，就是一种很传统的音乐表现方式。现在还有更厉害的哦，客家歌舞剧哦。很棒哎。看你这个样子好像很有兴趣哦。你上好客家冇？你想学客家话吗？想啊。可是会不会懂难很困难啊？现在管道很多啊，你可以在广播上学、网络上学，或者是自己看书也可以学。但是最简单的就是打开电视看哈口语口流，就可以轻轻松松学会哈巴了。那我要认真学习，一定要学会哈巴客家话。等你学会之后呢，你说给别人听，然后到时候人家就会说米儿很傻屁，就是米儿很神气哦。那你来当我小老师啊？好。复习时间，很认真工作，喊大兵，喊大兵。客家话，客家。你想学客家话吗？你上好客家冇？你上好客家冇？山歌，困難，懂難，很神氣，喊傻批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客家鄉下嚟講客家話。